再来看一条上新的消息，立法院连续2天邀请行政长杜永泰针对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进行报告。民间团体也伫咧立法院外口发起青鸟行动。下晡，民间团体和现场民众是针对国民党团正前所提出的这真有争议的花东交通3法连续就台发表意见。即马台记者就伫咧现场，要带大家来了解上新的情形。 年或50年，是主播记者目前人都伫咧立法院外口的这段路哦。今仔日的天气实在翕搁热，随时拢有可能落雨哦。也毋过来到现场咧，反对国会6款民主党提法案的民众也是有300-400人哦。而且包括台湾公民阵线等等50外的公民团体，有关继续伫立法院外口办公民论坛，来呼吁民众继续参与守护台湾的民主价值哦。下晡针对华东3法进程已经通过一读的部分。 环保团体嘛呼吁2读3读，也要继续来符合程序的证据。咱来听拄则环团因的讲法。过去我们在盖雪山隧道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台铁有很多翻车的事件啊，一些事故造成一些死伤的时候，其实都会需要有人出来负责做这个行政责任的承担的。对，但是如果今天不是行政 部门这边发动这个交通建设的话，那如果出了事，难道是傅昆萁要出来负责吗？这在体力上其实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是，环保团体表示哦，若要去华东的交通建设哦，袂当伫立法院话要做就做，上无嘛要做侪评估甲研究哦，包括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生活范围和生态环境的敏感地区分析等等哦。环团希望讲借这个公民论坛来互民众了解华东3法对环境的影响。以上是台记者卢尚如、郑俊尧。 立法院的连线报道，所以咱甲镜头交予主播。